永不离弃，一生常相伴，永不离弃，一生常相伴。各位兄弟，大家平安，大家午早。咱要来开始咱今日耶利米书第14讲的讲读。今仔日早起，咱要来请洪满执事，带咱大家来做开始的祈祷。好，大家平安。我即时来祈祷。早头的天父，阮感谢你，伫透早，阮透过陈牧师，来圣经讲读，求主互阮的性命搁较亲像你，互阮所行所做拢会当遵趁主你的旨意。阮安尼祈祷拢是奉主耶稣基督的性命来求，阿门。阿门。今日是第15讲时间过了真紧。伫耶利米书，真无容易来了解，就是伊每一章，也是每一段，即个关联，无照时间安尼来行，所以咱有时阵爱去特别去停落来去找去想，到底即章是伫耶利米什么时代、什么时期？咱对第1章到第6章会当大约看到是伫耶利米是伫约西亚最王的，好像。好，有看到这个荧幕吼 ，OK， 好，伫约西亚最王的时，伊受伫18岁左右受上帝呼召，然后上帝对遮个北国甲遮个南国的犹大耶路撒冷的遮个指出因的罪恶，然后7章到10章是伫约雅斤最王的时，耶利米去到伫圣殿，伊来讲遮个信息。特别是呼吁伫圣殿服侍遮个祭司利未人，迄当时耶利米也差不多将近要40岁左右。11章到13章，有可能是搁转到约西亚做王，也是耶利米搁转到少年时，迄当时约西亚发现即个上帝律法的册，要甲上帝来立约，照上帝话来行。总是上帝也通过耶利米来责备遮个人民，无照上帝约束，甲上帝的约、摩西的约来行。对14章从开始到17章，这几章较无法度来看出这是大约是啥物王的时期。总是从14章看起，这个上帝用这个控限来境界，互人民伫这个无落雨、无收成、无物件、无水的时阵，因要安怎样活落去？所以耶利米看到这个可怕的景象。伊就来为着遮个百姓来祈祷，所以总是上帝嘛第3摆14章的11节讲禁止耶利米为着遮个百姓来祈祷，上帝除了无要听伊的祈祷，上帝搁要用战争、饥荒甲瘟疫来审判遮个人民，包括遮个假先知以及听假先知遮个假信息的人民因拢共款有罪。总是耶利米伫14章，上帝禁止祈祷，伊犹原搁一摆甲上帝祈祷，承认家己的罪甲祖先的罪，也求上帝为着上帝家己名的缘故，来纪念来即个上帝的约所以14章11章到14章，当看出是伫即个约的主题中间，上帝来维持罪人甲上帝之间的关系。今日咱要对15章，即章来看，15章，其实头一个4节，应该是算伫14章的即个耶利米的祈祷甲即个信息的中间都是上帝伊伫耶利米的代祷中间，上帝犹原恢复。上帝毋是只有刀剑、饥荒甲瘟疫，上帝伊要用4种的灾害，包括狩猎，4种的灾害
来管教这些子民，以及伫15章的后半段，也是对15章一直到25章，这段走真长的11章左右的这些篇幅，拢是会当看到耶利米他的自白，伊在讲出伊心内的话，甲伊哪讲，伊嘛哪传达上帝信息，所以这段真长的部分，咱会当看到耶利米，伊的内心，伊的这情景，以及上帝互伊安怎甲上帝斗，甲上帝讲出伊的心声，所以这是咱伫今日这章甲刷来一直到25章，咱当看到的部分，咱来读今日的经节，但先咱来请这个洪满执事，洪满解出来，咱来读对耶利米书的15章，请对第1节读到第9，1节到9节1到9节。上主对我讲，就是摩西甲撒母耳，我伫我的面前替犹大人民祈求，我嘛无要任命因，你着将因对我的面前赶走，叫因离开。因若问我要行去倒位，你就甲因讲，上主安尼讲：注定病死会病死，注定战死的会战死，注定枵死的会枵死，注定受掠的会受掠。我上主已经决定，伊会拄着4项灾害：死伫刀下，野狗拖去，空中的花鸟夺去，甲地上的走兽食去。犹大王希西家的囝马拉西伫耶路撒冷的犯的罪，我要互所有的人民看到就厌恶。上主讲：耶路撒冷啊，什么人会可怜恁？什么人会为恁悲伤？什么人会越头甲恁请安？恁已经离开我，越转身毋插我，我要伸手攻击恁，毁坏恁，无要搁怜悯恁。我要伫这个所在，逐个城镇将恁赶散，亲像蜂蜜魔。我要消灭恁，杀死恁的儿女，因为恁拢无悔改。我要互恁的寡妇比海沙较济。我要互毁灭者透中岛来，攻击少年人的老母，互痛苦惊吓突然临到因。生7个儿女的老母虽然无力，因的希望突然消失，伊就绝望见效。我要互因的对敌杀死因剩落来的人。上主安尼宣布。好，多谢。伫15章的1节到4节，是煞者14章后面耶利米恳求上帝怜悯的祈祷。耶利米的祈祷是求上帝怜悯，因耶利米愿意认罪，也愿意替这人民来认罪。求上帝毋通来袂记咧伊的约。伫这个空闲的中间，要继续听候。总是15章上帝马上两边来回应耶利米就是讲耶利米的祈祷，就算讲佮加上摩西，佮加上先知撒母耳，上帝伊嘛无要改变伊的所做伊的心嘛无要怜悯因所以摩西、撒母耳拢是上帝所大使用的上帝仆人，伊嘛是常常为着伫迄个最后的时代，为着这人民来祈祷因拢是利未支派拢是做这个分别出来伫人们中间代表罪人伫上帝面前所以甲耶利米同款拢是利未人中间的利未支派啦。总是耶利米是最先知这个撒母耳是做这个拿细尔人拿细尔人伊有资格会当伫圣殿内面来服侍。总是上帝伊就爱耶利米讲停止祈祷去传讲信息边时的战士的饿死的受掠上帝拢已经抓到这4种的灾害互因死伫刀的野狗拖去，
空中的飞鸟夺去，甲地上的走兽食去啊，代表上帝爱因受到这个灭亡、这个死亡啊，这个管教，因为上帝已经一届过一届几啊届来甲因考劝，所以上帝要互因像这个圣经讲，伫天的中间向弹来弹去、抛来抛去这是伫这个列王记中内面所写。这边呢，上帝佫指出一个人的名，就是犹大王希西家王的囝玛拿西玛拿西咱拄啊读过这个历代志，所以历代志下卷的33章，讲到这个玛拿西王，伊所做这个歹代，列王记的21章，嘛是有写到。玛拿西做上帝看做可恶的代志，伊除了拜巴力，拜天顶的万象，伊甚至伫上帝殿起坛，然後伫這壇中間，佫引這個偶像入來，甚至佫燒家己的囝，所以這個亞哈斯，甲這個瑪拿西，這個是西西這個老爸，這個是西西這個囝，攏做這種可惡的行為然後當機啦、倒頭啦，上帝看做歹的事，惹上帝生氣，然後互上帝得誤會，佫踩這雕刻的偶像，所以上帝講伊那因若有聽上帝命令，就是通過摩西所傳的這個教示、規律甲誡命，就是這個約，上帝就無互因對上帝想隨因列祖的土地來受遷徙。總是因無來遵守，上帝就是要將這塊地收回來，把這塊地像地毯安尼捲起來，互因袂當擱佇迄個所在來徛起，所以耶利米書看到上帝要甲收轉去70年這個70年，咱佇耶利米嘛看到，就是因為因無照這個安息年，無守這個安息年。所以因400幾年來，攏無守這個安息，所以上帝要甲收轉去所以這個耶利米書講到，這100年前若是佇耶利米，即馬這個時代，甲瑪拿西王已經超過差不多活100年的中間，這100年上帝生氣無，因為時間上帝就收轉去，等到這100年是上帝互因機會，親像約拿去亞述尼尼微城，100年前上帝就要甲因毀滅，總是因悔改，上帝佫聽候因100年，但是100年以後，猶原無悔改，所以上帝甲伊滅掉。北國是安尼，南國嘛是安尼，上帝攏互人有充分的時間，找伊的先知，互人聽到伊的聲，總是人無聽入去。所以對第5節一直到第9節，這上帝唱的哀歌，耶利米，啥物人為恁悲傷，啥物人滑頭，甲恁請安，恁已經離開我，活轉身毋插我嘛要伸手攻擊恁，無閣憐憫恁所以上帝講已經對因憐憫到野線無要閣憐憫，我要佇這個所在，逐個車陣來甲恁趕散，親像這個野，這個賣香就是空屁，就是這個空屁無路因的攏甲伊野走，互風甲伊吹散，然後害死恁的兒女，因為恁攏無悔改，要互恁的寡婦比海沙較濟本來是祝福。囝兒啦，這個上帝對亞伯拉罕的應允是要互伊的囝兒互的比海沙較濟，即馬呢是這個無翁的這個寡婦呢，比海沙較濟，要毀滅者透中道來，毋是暗時來甚至正大光明的進來，攻擊少年人的老母，互因痛苦驚嚇，忽然臨到生7個兒女的老母，7代表完全數。就代表講，這個家庭受祝福，這個祝福真大。這個俄別以東8個囝，上帝生7個囝的老母呢，衰弱無力，伊的希望就忽然消失。本來是幸福美滿的，瞬間就沒有。因為上帝互死亡、互刀劍、互瘟疫、互饑荒、互受掠，安尼來到。所以上帝已經話講到這邊啦。但是因猶原無將話聽入去，但是你嘛聽入去的是耶利米所以耶利米聽到這個信息伊非常的艱苦，
所以伊搁一摆登来甲上帝祈祷，所以咱搁听洪曼姐传咱读对第10章到18章10到18节。亚利比透露苦情，阿母我真凄惨，你生我正做一个甲全国人民冲突，互人指责的人，我毋捌借钱，互人嘛毋捌甲别人借钱，毋过所有的人拢甲我咒詛。上主，我若无尽心服侍你，若无为着对敌的灾祸对你恳求，原因对我的咒詛实现，敢有人会当讲断铁，特别是对北方来的铜甲铁。上主讲，我的子民伫全国逐所在犯罪，所以我要将因的财富甲宝贝，互对敌抢去。我要互因伫因毋捌的国家做对敌的奴隶，我会受气亲像焰火，甲因消灭。我就对上主讲：上主，你逐项拢知，求你会记得我，眷顾我，求你毋通宽容遐个对敌，互因来害我。你着会记得我是因为你的缘故受凌辱。上主万军的统帅上帝，你对我讲的话，我逐句拢有听。你的话，互我的心欢喜快乐，因为我属于你。我无甲奢华宴乐的人做伙宴乐，因为你的命令，家己一个静静坐伫满腹愤慨，是安怎我的苦痛遐久袂煞？是安怎我受的伤袂医治？你减亲像打起的溪，亲像袂靠直的水。多谢这个亚利米呢，伫上帝对伊所讲的这个话，上帝甲伊讲出伊所要做的代志，所以其实亚利米一开始是袂当接受，所以讲阿母啊，我真凄惨，就是伊亲像约伯共款伊有灾祸，伊生落来，你生我，互我成做一个甲全国人民冲突，互人指责的人就是万分家己生不逢时伊是无代无志，无辜卷入伫这个上帝的管教，伫这个罪恶的世代中间，所以伊会当像约伯一样埋怨，伊家己个人无犯罪，是其他人是人民伊的乡亲，总是伊讲伊拢守摩西律法，甲人无这个纠纷，但是人拢甲伊咒诅人拢甲伊咒诅，就是爱伊死无要祝福伊拢咒骂他总是亚利米伊伫这个中间11、12到14节，亚利米上帝回应讲是11到14节这个不同的版本翻译这一段话就是不同的人讲咱即马读的这个像即马现代中译本现在台语都是用这是上帝亚利米继续在讲伊的话但是和本就是上帝的话所以不同翻译11到14节呢是不同的对象但是两种拢讲会通咱看现代台语上主我若无尽心服侍你若无为着对敌的灾祸对你恳求原因对我的咒诅实现所以这是徛伫亚利米继续的祈祷伊一个立定讲伊拢照规矩来也有人会讲断铁特别是对北方来的铜甲铁上主讲我的子民伫全国逐所在犯罪，所以我要将因的财富宝贝互对敌抢去，我要互因伫我毋捌的国家做对敌的奴隶，我会受去亲像焰火甲因消灭了。伫和本的翻译是11节，耶和华讲，我要讨棒你，互你得到福气，灾祸苦难来的时，我要互对敌来救你11节。看现代中文上主要是我没有尽侍奉你的职责，要是我没有在敌人遭遇困苦时替他们哀求，就让他们的诅咒实现，让他们诅咒实现吧。
但是呢，和合本的翻译跟现代中文的译本的翻译呢，很大的不同是上帝回应伊，不够惊人就能讲会通，所以后面13、14节拢是在回应，亚利米第10节，以及个诉苦啊，所以咱讲从第15章到25章，耶利米的自白，伊就将伊的感觉，将伊的情绪，都表达透露出来，很多段的地方，在前面耶利米是比较属于行动派，上帝按哪讲就按哪做，上帝要他去唱犹大，伊就去唱犹大，上帝爱去买酒红，伊就去买酒红，但是而且咱看到亚利米甲上帝对话但是呢，咱阁继续看落去，15章又很确定的回到耶利米的自己的角度伊的心态顶管，我就对上主讲，因为上主甲伊应，所以伊就阁甲上主应，上主你逐项拢知，求你会记得我，眷顾我，求你唔通宽容遐对敌，互因来害我，你会记得我是因为你的缘故受凌辱。所以底加耶利米呢，有做了一个态度上的改变，进前他好像伊伫第10节袂当接受这个上帝要做的代志，但是15章呢，伊就开始讲出，求你纪念我、眷顾我、为我保我，唔通将我出去，唔通互因来害我。爱知影我是因为你的缘故受凌辱，所以耶利米有信仰的告白，伊是为了上帝甘愿受做这的代志，16节，万军的统帅上帝，你对我讲的话，我逐句拢有听。你的话，互我的心欢喜快乐，因为我属伫你。所以真正亚利米伊的心态改变了，他的心境有很大的转换。本来是对上帝犹疑，现在对上帝信心。重点就是16节因为伊将上帝话听入去。互上帝话诚做心内底望甲欢喜，因为后壁讲，因为我属伫你和本说，因我是称为你名下的人，是属伫上帝的人，就是上帝名是伫我头壳顶所以这句话，这个是一个关键所以后壁17、18亚利米宣告，伊无甲这个车花宴乐的人做伙宴乐，我因为你的命令，家己一个真正做的，变做是一个孤单的先知，满腹的愤慨，是安怎我的苦痛遐久袂煞，是安怎我的伤袂医治，你敢亲像打起的亏，亲像袂靠伫的水所以伊知影有上帝话诚做伊的瓦靠，但是伊爱面对的这个人呢是这个凶恶，是安尼伊这伤遮不好，马上就有人要来甲伊攻打，要来甲伊陷害，伊才拄对这个饥荒抗旱，但是呢有水通啉，但是马上呢这个会当啉的水个打起所以好像永无止息耶利米要表达的就是这种好像唔知到点是会当结束，但是最后这3节，上帝互亚利米一个真大的应允，嘛是一个互伊的强心针嘛是咱今日的经句最后咱请洪曼姐传咱来读19到21节。上主就应我讲，你若活倒转，我就搁接纳你做我的仆人，服侍我。你若讲宝贵的信息，无讲无路用的话，就会当做我的代言人。安尼人民会归向你。毋过你毋通顺因。面对这个人民，我要互你诚做坚固的党墙。因虽然攻击你，毋过袂赢你，因为我甲你同在，要解救你，保护你。我要救你脱离歹人的手，强暴的人会说咱。上主安尼宣布。好，多谢。所以这3节非常的重要，嘛是上帝互亚利米开始有信心，甲伊的应允囥落去。19节，上主就应我讲，你若活倒转，我就搁接纳你做我的仆人，服侍我。意思是讲，亚利米若继续搁伫遮来
诉苦喊苦继续搁伫遮安尼来甲上帝斗无停，安尼上帝检查伊就去找别个人，即个仆人上帝就无搁使用。但是耶利米呢，活转就是 U-turn 回转，伊无搁继续看家己的即个苦境，上帝就要搁接纳伊。耶利米，你若讲宝贵的信息，无搁讲无路因的话现在中译本翻成不说废话无搁讲遮的无用的话，安尼我就会当做我的代言人因为你若袂当做上帝，伊若讲家己的话顺，安尼上帝就袂当代表上帝，是代表伊家己所以耶利米嘛，爱做一个选择。伊是毋是要活转做上帝仆人，顺探上帝意思，无看家己的需要。然后伊是毋是要讲上帝话，毋是讲家己的话，做上帝代言人，这是耶利米伫这个所在，伊爱分别出来。这个和合本说：“你若回转，我就使你归回If you turn back, I will take you back。你先回头，上帝就甲你带回来所以这个英语的意思嘛，真趣味所以也是讲 ，If you repent, I will restore you。就是要个重建你重新建造你所以19节这句话是上帝和耶利米一个选择。嘛，亲像耶稣伫十字架的顶悬讲，主但是会当将这个苦杯刷走但是耶稣真紧就讲但是唔通照我的意思，是照你的意思所以耶稣伫迄个十字架上，有一个 turn back， 有一个回转，有一个归回所以若会当做到安尼，人民就会归你，毋过你毋免唔通顺因你不必迁就他们应该是这是算在上帝的应许是他们必归向你，你却不可归向他们所以和耶利米讲拢免烦恼人不管安怎来甲你咒诅，安怎来甲你害，安怎来甲你骂安怎找你的麻烦，但是呢，最后因拢会来甲你求来甲你求所以这是上帝和耶利米一个应允伫和合本的19节这句话讲：你若能将宝物和无用之物分别出来，你就可以当作我的口现在这本，要是你不说废话，只传达必要信息，你就可以重新做我的代言人做我的代言人所以必要的信息原文是宝物宝贝这个废话就是无用之物下面爱讲，下面会当讲，下面袂当讲，然后不必加油添醋也不用自己跳进去对号入座安尼会当绝当做上帝代言人所以这是耶利米一个很重要的身份20节，面对这的人民，我要互你成做坚固的东墙，因虽然攻击你，毋过袂赢你，因为我甲你同在，要解救你，保护你所以这个重新回到第1章第1章第8节19节上帝已经甲耶利米讲，我要甲你同在到15章上帝搁一届甲耶利米添这个强心针进心丸伊讲我要甲你伫地不管你受到什么款的苦难灾祸危险，上帝要解救耶利米，要搭救你然后我要21节，我要救你脱离歹人的手，强暴人的势力，上主安尼来宣布所以上帝要甲耶利米同在伫耶利米书总共有4次第1章，还有今天15章，过来30章，过来后壁46章上帝适时的告诉耶利米，用这句话互伊得到信心今日的经句呢是16节16节，上主万军的统帅上帝，你对我讲的话，我逐句拢有听，你的话互我的心欢喜快乐，因为我属于你这是耶利米他的整个态度转变的一个关键，甲上帝话听入去，然后甘之如饴过来是19节，这嘛是今日咱礼拜的经句上主就应我讲，你若活倒转，我就接纳你做我的仆人服侍我。你若讲宝贵的信息，无讲无路因的话，就会当做我的代言人。安尼人民会归你，毋过你毋通顺因愿上帝的话，诚做咱的帮助，也互咱当搁再思考
来想咱要安怎做上帝下上帝因的仆人，毋是照家己的意思，是照上帝的意思。感谢洪文杰，请咱做伙来祈祷。亲爱主上帝，感谢你，通过你对耶利米先知所讲的话，阮看见耶利米伊的心非常的丢毒，甚至非常的惊吓，非常的烦恼，非常的冷静。总是上帝，你伫适当的时间对耶利米讲出的每一句话，会当成做先知的帮站，也互伊将上帝的话来甲伊食落去，互即个上帝的话是苦的，最后变做是甜的，互伊的人生犹原是会当对这个苦境的中间活等成做甜蜜。虽望时机真歹，虽望世界真凶恶，但是上帝你的话会当成做阮逐时逐刻的帮站，也愿上帝教导阮，互阮会当将上帝的宝贝甲这无路因的废话会当分别出来，互阮嘴所讲的是合上帝你的心意，互阮会当活等，你就互阮归回，互阮会当来分别，你就愿会当做你的代言人，会当传达上帝你的话甲信息，愿上帝祝福阮。也伫今仔日，阮的主你的敬拜以及所要召开的好会，一切拢有主你甲阮同在。安尼恳求祈祷，我靠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好，感谢大家，大家平安。谢谢牧师，感谢。